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3月1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环保，台南市政府财税局甲环保局合作推出电子税单，唔但会使减少纸本的数量，另外更会使摕到环保点数，透过绿色消费保护环境。因应4、5月份报税季节，台南市政府财税局率先来推出电子税单。结合环保绿电、便民送的好康活动，甲环保局跨机关的合作，共同为净零碳排来努力。财税局长卢真秀表示，台南市地方税包括房屋税、地价税甲牌照税等，一档的税单超过200万封。如果民众会用以电子税单来缴纳，将会用大大减少印税单的碳排放。我们期待能够将每一年高达200多万张纸本税单转化成电子税单。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只要在我们的活动期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3年的11月30号，透过我们财政部财税局网站有一个电子专区来进行线上申办牌照税、房屋税、地价税这3大税单的电子税单。那么财税局就会把税单 email 到你的邮件信箱，你拿起手机来扫一下税单上面的 QR code， 就自动带入缴税的资料，并且连接到缴税网站，让你轻松完成缴税大事。
也可以让你不用出门就可以享受，不用担心税单遗失、漏接、被诈骗，全程无纸化的便利。同时呢，还可以享受环保集点的好康。台南市率先全国推出电子税单结合环保绿电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中央财政部副税署长以及环境部综合规划署的署长，嘛拢亲自南下。市长制定目标，希望会用达到90成。而财政部副税署嘛表示，如果综合所得税嘛的比较，嘛有650万户。我们刚刚看了这几个税，房屋税、地价税，还有什么牌照税，这跟地方相关，我们把税单也电子化，这个是我目标。刚刚提到的200万张，这个是目标，我们希望200万张至少要90%以上，不要笑，90%以上，都要希望能够改用电子税单。那这样子也提供一些诱因给这个地主啦，或屋主啦。或是车主啦，这些我们都会努力来做。那也谢谢中央机关的支持，不管是来自环境部的绿点，或者是来自这个财政部的这个资讯的提供，能够让这个电子税单能够更顺利。跟碰撞环保绿点，我觉得这个点子实在太棒。也因为这个点子的关系，我特别请我们的同仁把我们每年度650万户的综合所得税申报，看能不能也跟绿点碰撞一下。这当然，所以这种扩散的效果，我觉得对。市长说了哦，市长你这张支票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就是看我们要不要做，只要愿意做，我们有一些创新的思维，让我们来超又何妨，对不对哈？我们就是参考这样的做法，我们希望最晚明年，然后最好是今年，因为我们综所税有650万户，如果大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大家也会想想看，台湾减碳哪有什么困难，对不对哈？市府财税局表示，活动对今日起一直到今年11月30，点数送完为止。民众只要注册环保集点的会员，就送2000点；申办电子缴纳书，各送1000点。如果持续使用电子税单来按时缴纳，财税局甲环保局各送500点。欢迎民众踊跃下载环保集点，并且加入会员，落实无纸化的低碳生活。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立空历史2号昆士湾3月文化活动，23号、24号2天，伫昆新气球界原理3个所在盛大举办。市长黄伟哲来到气球望风桥庙埕主持开幕仪式，邀请市民甲游客欢喜来佚佗。立空历史6月昆戏湾的活动，23号下午，伫个气球望风桥的庙埕热烈来登场，结合地方文化甲产业。规划了侪种的美食甲游程，活动会用的讲一档比一档盛大。现场融入了社区、宗教甲学校团体的表演，为活动来揭开序幕。今年的开幕式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议员甲里长拢亲自到场，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昆喜湾事实上是昆生喜树和湾里一个非常具有民俗特色而且地方色彩的一个活动，但现在昆喜湾的活动已经变成全台南市知名，甚至很多隔壁的县市也都会来参与。那其实这个活动不但是融入了我们地方的社区，也融入了地方的庙宇，也融入了许多民俗传统的活动，所以说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精彩，一年比一年人还要多，那参与的热度更多。那我们刚举办了这个2024的台湾灯会，但是接下来接棒的昆喜湾一点都不逊色，所以很多好朋友都一起来，欢迎大家一定要来昆喜湾，欢迎大家一定来台南哦。南区区长肖秀华表示，昆喜湾6月文化季的活动，对201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5档。昆新、喜球甲湾里3个所在各有特色，
对渔村、古厝到龙田三个聚落规划了小旅行。另外，万丰宫的庙前还有市集、菜花、甲骑马等活动，欢迎民众做回来体验。今年是我们2024昆喜湾活动迈入第15年哈，那这15年来，其实在地方的支持之下，我们每一年越办越精彩。那你可以看到现场非常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哈。那包括有骑马、有彩绘，那还有泡泡秀。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一个表演哈。那另外我们也跟湾里商圈那边做一个集结哈，把我们地方的小农、地方的特色把它带动出来。那另外呢，我们的喜哥那边农田的一个小农轻旅行哈，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串联来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发展。那再一次诚挚的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携家带眷来我们昆喜湾玩哈。在开幕式过后，今年结合了喜秋万丰宫的旧桥祭典，现场还佫安排口井祈福、送平安符糕点的活动，活动持续2天。24暗时还佫有风味餐办桌的料理，总共120道已经完全被订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4乐活昆喜湾三亚文化活动，24号暗时开道，邀请民众来食昆喜湾风味餐。原本是要办100道，后来追加到120道。风味餐结合在地美食加办的文化，用虾啊、蚵仔、干贝等等的食材类菜，大家食了拢真饿乐。2024乐活昆喜湾文化活动，24号暗时进入活动的最高潮。今年配合喜秋万丰宫12档1天的烤照，原本1道5000块的风味料理餐，庙方嘛大力来赞助，民众只要3800块就用来领到，互原先预定100道，真紧就夜满，庙方追加到120道。个营业吼，就是昆喜湾的最后一场的迄个个风味餐啦吼，啊订的非常的踊跃啦，有120道，超过120道的人。啊，咱这是因为限这场地关系，所以用120道来做的。啊，经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哦，拢来参加这个昆喜湾的活动啦。吼啊，大家感觉真有意义啦。啊，重点就是讲，阮大庙这边有补贴一丝啦，迄个个经费了，所以就会当讲大家拢真踊跃来参加啦。为准备120道的料理，庙方聘请喜秋当地总铺师林嘉丽主厨，对一早起就开始无闲。今年准备10道的料理，拢是地方的特色，除了冷盘、白虾，另外还有多姿西的手路菜、八宝丸，以及地方的特色土特鱼等。第一个鸡鸭的蚵仔酥啊，会使尝试看看，还不错，系啊，啊，阮的土特鱼啊，是阮家的厂商提供的。袂歹，品质袂歹。82道的料理暗时6点40准时来开道，包括市长黄伟哲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嘛拢到场来致意。看到满满的人潮，市长嘛表示活动办甲真成功。真感谢大家会当来甲品尝咱的风味餐，这是有地方风味，而且咱办足一届吼，每一届比每一届拢较受欢迎。即摆吼。因为感谢咱万丰宫咱的主委、蔡主委甲咱斗3工每一道安尼平均起来才3800块，每一道拢补助所以大家能尽情享用，超值 CP 值最高，超值的120桌本来按算是100道，变到120道，即马咱庙埕每年要150道安尼起来。除了澎湃的料理，另外主办单位还佫邀请音乐艺术的表演，互昆喜湾的活动，会用讲一档比一档还佫盛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北医甲会小日照中心15号伫水交社文化园区举办草地音乐会。邀请长辈甲小朋友做伙佚佗，现场非常温馨。由台南市立病院甲社团医疗体系会小日照中心共同主办的草地音乐会，25号上午伫水高社文化园区的相剧场来举办。透过明德里长甲社区发展协会邀请，有明德里的长辈甲附近市立第2幼儿园。以及责任非营利幼儿园的小朋友共同参加，
希望迎着世代共融的好时光。今仔日是咱迄个火秀日照中心吼，甲咱秀传的台南市的病院吼，咱大家来办这个春暖花开这个草地演奏会啦，主要是即摆老人吼，生活照顾真重要吼，迄个火秀是伫111年6月成立吼，即摆有30几个老人。当然秀传你甲帮忙因照顾吼，这个活动，因的活动真重要吼，所以阮常常有带因出来外口活动吼，除了讲因该做的健康管理生活的照顾吼，会当互伊定定出来外口，即摆老人吼也是爱互伊接受外口的环境。现场除了有小朋友的表演，另外嘛有市立病院爱沙人的乐团。伫个秀传医疗体系副总裁摩连瑞带领小练煞演奏几啊首好听的音乐，互每一位长辈甲小朋友拢相当的欢喜。理会后主办单位嘛安排小朋友的放茶，并且甲长辈来对卡车片抓认定，互所有长者和小朋友拢算甲真欢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每年的3月13号是世界气象日，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特别以净零排放为主题，设计闯关活动，除了选择环保，同时也互大人、小朋友学习减碳的知识。囡仔用拍珠仔认捌各种天气警报标志，阁有家日式旅游做成大富翁，互囡仔学习如何友善环境。配合世界气象日，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以净零碳排为主题，设计闯关游戏。平时在读书，就是会觉得上这些课就觉得很无聊，可是这里就把它变成游戏，我就觉得很好玩。可以让他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节约能源，然后怎么样去爱惜食物。一般民众呢，对于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呢，他们的理解非常少。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用太深刻的方式来造成民众的困扰，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这个生活化的方式，比如说闯关活动、游戏的方式，让民众来到我们这里，可以透过这个种种的游戏过程当中呢，来了解我们现在的气候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呢，来让这些知识呢，能成为我们生活背景的一部分。秀我内面记录为1897年到2023年之间的气温变化。根据来气象站统计，20世纪以来，台湾平均升悬1.6度，极端气候恐惊会愈来愈严重。主办单位特别设计这款北极熊的模型，让大家思考环境议题。不下雨的时候就不下，很久都不下，但是一下雨就会下很大，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未来在气候变迁下，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利用其实是会变得更困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进而就是可以更珍惜水资源。气候变迁所带来负面影响正在发生。透过活动，呼吁大家爱重视这片土地，落实保护环境的行动。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科技进步，假消息也非常的多。中嘉宽频闪光网双子星特别前往中西区5条公里，用上新的线顶游戏，你搞懂了没？来教60位长辈学习媒体素养。中嘉宽频3冠王双子星持续深入邻里，和长辈宣导媒体识读，在课堂中讲解认识、辨识媒体的基本能力，要用不同的角度判断讯息真假，不要被牵着鼻子走。同时也介绍最新科技 Deepfake 深伪技术，
教长辈用肉眼辨别人脸造假影片的方法，也呼吁手机内的赖投资群组不要轻易相信。感谢中嘉宽频三光网新子新的迄个电视台来阮有条港社区，即马诈骗的物件真济啦。有当时除了迄种迄个咱现有看到的警察局咧发宣导以外，这中辈时代有当做这种较独居嘛无通今日是大做伙，希望会当甲因宣导甲因教一寡较重要的方法。为了使媒体识读能轻松记住，中嘉宽频特别开发线上游戏“你搞懂了没”，设计8道是非题，包含公民传播权、讯息听看听等，考验长辈们对真假讯息的辨识力与抵抗力。我感觉今仔日上这个课真好，互咱大家对咧媒体的这个真假的消息会让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机会。很感谢那个中嘉宽频让我们了解在网络诈骗那以后我们会因为我这个资讯我们这个尝试，我们以后就不会被诈骗了。媒体都是属于就是很公开化的，所以是说，如果说那个太公开化的话事实上要让那个社会大众明了一些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认识媒体，预防被诈骗固然重要，健康也要兼顾。讲师许曼珍特别在课程结束后播放去年所制作的舞蹈 MV 短片，邀请片中主角们带动跳，现场气氛相当欢乐。中嘉宽频三光网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村表示，媒体识读所有课程全都免费，欢迎有兴趣的社区、学校机关踊跃洽询。记者说怀台南报道。嘉南市卖力超高龄社会，也就是5个人，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为了照顾失智的长辈，伊甸基金会嘉南区特别结合咖啡厅业者，互轻度失智的长辈来做服务生，提升因的信心，减慢退化。在失智据点工作人员陪同下，轻度失智的阿姨及叔叔不但要招呼上门的客人点咖啡和点心，也要小心翼翼端着已经准备好的咖啡和点心送给客人品尝。对，谢谢。基隆市迈入超高龄化社会，也就是每5个人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长辈失智的问题也将增多，因此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特地结合信义区义4路一家咖啡厅业者，让轻度失智长者们到店里面轮流做1日的外场服务生，接触人群，提升自信心，也减缓退化。那所以其实，在据点里面，我们就有这个练习，让他们练习煮咖啡啊、冲泡咖啡、做蛋糕啊、做糕点。那也让他们到社区去做一些分享。那慢慢的在这过程中他们就也培养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自信心。那也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不会太害羞那也勇敢的去表达自己。那所以在我们今年就开始规划，希望他们可以走入社区，并且呢，借着跟社区的互动，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了解，其实我们轻度的失智症长辈，其实可以透过一些互动，可以让他们延缓他们的失能状况。那也希望说，透过在社区的互动呢，也可以让更多可能目前也已经处于失智症状况的人，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联络，我们共同来为长辈，我们来付出我们的努力。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子，我们未来呢可以走到社区里去，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餐厅啊，或是咖啡餐厅的，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合作，然后让他们更多的机会，可以在我们的这些咖啡餐厅里面呢去做一些服务，那把他们做一些展现。咖啡厅老板表示，他们很乐意和伊甸合作，让轻度失智长者来体验咖啡厅外场服务员的工作，只要是能够帮助到长辈。
我们店内其实平常会来的客人，大部分的年纪都是中老年人。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跟他们聊天，或是帮他们服务的时候，其实有发现，现在的社会都是已经是高龄化，但是他们却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文化或是社会是有点隔阂的。常常会听到他们会说跟家人啊、年轻人会有什么争吵啊，或者是想法不同，我都会给他们不一样的建议。我也是觉得说，如果多一个场合能让老年人更有自信，可以在70或是80岁的时候，还是觉得我自己是很有用的。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才愿意听到伊甸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是很愿意以及乐意帮忙的。长者们的服务也都获得客人们很不错的评价。对于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的新做法，辅导失智据点的主管机关基隆市卫生局也觉得很棒，未来可以多加推广。因为我还跟阿嬷确认了一下，说，我点的是热咖啡哦，阿嬷就说对啊，是热的这样子吼。那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刚讲的动动脑袋，然后动手动脚，然后做的这个过程吼，又更能够练习，而且有更多跟人家接触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社会接触跟互动。那这个也是我们社区据点在照顾认知功能退步过程中的长辈在努力的方向吼。那虽然在据点里面就可以有很大的程度可以与人互动，然后可以达到这些目标，但是出来外面又可以让这些在适当的支持下面吼，然后又可以让这些的练习的过程、体验的过程、发挥的过程都更进一步，有社会参与，然后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很有开心，然后会保持进步，然后延缓退步。幸好店里面有2只老板饲养的店猫，不怕生，相当亲人，也让体验当服务生的长辈们紧张时，偶尔可以摸摸猫咪来减缓紧张的情绪，放松心情，体验好自己的工作。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3月19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